大家見到啦，咁呢個世界上被斬咗好多動物，但係我哋呢個地方呢個地球唔同嘅能量點係對應唔同嘅神體。呢個我哋咧呢個身體呢個靈魂七魂六魄 connect 嘅都係唔同嘅神靈。嗱，月最頂輪係連接天使界，係連接外星人，去到呢啲地方一啲表達力嘅一啲能量體或者心輪嘅能量體，係連接拉斐爾一啲呢種能量嘅天使，去到中脈、太陽神經叢、胃輪等等，係人嘅核心，係一個好重要嘅點，去轉化底下面嘅負能量、恐懼、驚慌、一啲死亡嘅意志。呢個亦都係代表做人核心、信心，我哋嘅意志力所在。我哋意志力係基於啲乜嘢？基於係你一個好安全嘅地方嘅環境。嗱，當人哋喺一個唔安全嘅地方咧，就會咧感覺到經常受到攻擊，你個腦筋、你個心靈都會受到傷害嘅。所以咧，你好難去安心去完成你每一個項工作，一路好焦慮，一路好擔心，唔知做得唔好。而呢 part 龍嘅能力係相信嘅能力，係相信未來會變好，相信我嘅心啦，無論發生咩事，周圍嘅能量都會保護住我嘅。係啦，咁而家我先至龍嘅能量去俾你哋，去轉化呢啲負能量，更加相信你做到嘅嘢就會變成現實。呢個地方係缺少黃色、橙色嘅能量，亦都係顯化能量。點解你會見到世界上咁多可能例如男性化比較顯現嘅狀況，就係我唔夠膽去面對出面嘅懦弱，咁轉移將呢份懦弱轉移去家庭之中，跟住去蝦啲小朋友，蝦啲女人咁樣，以得到佢哋權力，以得到佢哋嘅慾望。因為喺出面佢得唔到佢哋嘅慾望嘅需求，但係安全感同埋慾望係自己先俾到自己。你要乜嘢安全感，乜嘢慾望？安全感咧係生存嘅機制，係啦，係你所吸引嘅環境，你需要嘅能量係令到你安心舒服。嗱，譬如我啦，係呢方面嘅能量，我就係要吸引一啲好快樂，令自己好自信，好展現自己嘅能量。倘若我唔喺呢啲地方生存嘅話咧，我就會感到唔舒服，好唔自在。但係我出咗呢個服務，我就係會吸引好多啲同頻相吸嘅能量，即係周圍嘅人係會鼓勵你發光發亮，總會發現你嘅好。咁點樣先可以吸引佢哋啊？嗱，呢種咁嘅方式咧，係吸引翻你過去可能你前世或者你經歷過你靈魂上同頻相吸嘅人。我中意畫畫，我就吸引翻啲畫畫嘅人，吸引翻啲中意藝術嘅人。我喺呢度咧就會得到安全感、受鼓勵，咁你個能量先會越嚟越強，你先會有安全感去做其他嘢。跟住你先會相信自己心，然後才能夠轉化你所有嘅負面能量。係啦，呢個係我一生嘅課題，就係帶一啲龍嘅能量去俾大家，希望大家會明白。